自迄遍了后，秀美的头壳只要一想到洪武强，就规个戆起来，嘛敢若有啥物钻入伊的后壳共款。毋过即件代志，伊一句都无甲高中仔提起，甚至伊后来请教厝边隔壁，才知影即个杨里长的来历。听讲本地少人捌伊，伊做一寡补给品的买卖，失败了后欠人少，选去中国。几冬后佫转来啊！伊转来了后，毋但甲原地欠人的少还完，佫发展综艺社的生理，对强庙的活动嘛真关心。无偌久就去迄间洪武宫，佫饲一阵囡仔伫遐。2冬前，伊甚至拍败20年的王老里长，选着里长。听讲新的里长杨仔明芳，佫是恁高中的小学同窗呢。杨明芳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毋过我无听过。后来秀美去探听，才听讲迄个杨里长嘛真热心伫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，人面真阔，有宗教的，有经济的，甚至嘛有学术的交流。顶回有某一间中国的大学来遮办校友会，嘛是杨里长出面致接的，佫带遐中国人去拜会市长哩。总讲一句，过去落魄的迄个杨明芳，即马伫内围地方已经嘛是化水会见动的人物。嘛有人讲，因洪武宫内面奉祀的迄身大身的红仔头，毋知是对倒位请来的野神。凡事讲会到，做会到，实在真无简单。只是想袂到，经过即件代志，佫无偌久，高中仔就安尼倒落啊！伫急诊室，护士摕一张红色的病危通知单，叫秀美签，讲伊若签了，随着要甲高中仔送入手术室做手术。哎，奈安尼啦！高中仔放浪是放浪，毋过通人知，伊是上疼某呢。花小姐也伫边仔安尼讲。你得爱祈祷，紧顾正你的上帝，甲伊救转来。医生出现啊，那看心电图，那对秀美解说，讲是急性的血心症发作，需要随做手术。机会有大无？伊安尼问的时，秀美心内有讲袂出的烦恼甲悲伤。伊当然是知影高中仔对伊的痴迷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迄时阵毋才会互高中仔。哎呀，伊想着迄当时，阁有后来的每一个阴暗，伫面床顶，高中仔甲伊教的真侪代志，煞歹势甲发面红起来。虽然真奇怪，竟然伫即款紧急的时刻，当伊注目看高中仔目睭刻刻咧行踏伫死亡界线的面容，煞去想起迄款互人发面红的场面，伊该当爱紧为翁婿祈祷才对啊！机会一半一半啦，医生安尼讲。